后来甲镜头锁到立法院昨个议会，民进党是以人数的优势表决通过，甲明年度的总预算为各委员会抽出来，逕付二读。也就是讲，跳过委员会预算审查的定数，直接伫党团协商处理这个预算。国民党痛骂民进党破坏民主的机制，讲这是立法院上黑暗的一天，要求民进党团甲总预算案退回委员会重新来审查。时代力量嘛讲，甲这个总预算逕付二读，因是坚决反对。民进党团的总调集人郭建明讲，袂当互无理性的国民党来卡死，讲到了议会嘛会当来审查。爱国民党唔通安尼内行人讲外行话。此例一开，预算通通不用在委员会审查，我们这边认真坐在那边审查委员是什么？是个屁！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顶，江启臣上这阵台就开始骂，说来哪样立委摕手板占领主席台。那你民进党柯总召，你到底在急什么？哪样立委会这么气？因为前一天民进党团用攻击表决的方式，将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预算的部分，为委员会直接交予议会立读。而且结果出席81人，赞成55人，反对26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多数。非常不容易的筹资金，在新的一年有很多新的预算要执行，比如。我们要给全国的军公教人员加薪4%，真不知道国民党还要乱到什么时候。不过国民党团讲，本来已经排好后礼拜要排审总预算，林阳是安怎要伫咧这个时阵行动？昨天肯定是我们中华民国历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。预算案退回委员会重新审查，直接到院会来审查的话，还是一样，我们都是保持开放，就是你有任何其他的跟委员会审查方向的这个提案呢等等，都可以以由院长审查的机制来处理。所以内行人一直讲外行话，只是掩饰自己的心虚而已。为了让总预算案会当顺利排审，民进党立委已经伫咧议场门口摆班，拜五议会恐惊会阁拉起来。